由嗰個嘅到16歲開始，然後到19歲。嗱，呢個即係等於係高中嘅時代啦。咁啊，然後到19歲嘅時候就佢正式獲得到嚟到去批准進入啦，係守藏室嗰時。咁後來就做到處下士添。守藏室係咩樣？講就講話係州嘅中央圖書館，但其實就唔知中央圖書館咁簡單，仲會有好多嘅嗰啲國家嘅嗰啲文件啊，同埋嗰啲嘅一啲嘅資料嘅管理。咁佢就一路做，由19歲開始做，就做到啦，都起碼啦就係50-60歲，一個相當長嘅時期。咁正因為咁樣關係啦，所以佢就有機會啦，係接觸到各眾多嘅資料同埋嗰種嘅經書，係其他人咧係好難有機會咁樣。咁正因為咁樣嘅關係，所以佢就能夠成為咧係一個嘅非常之著名嘅有嗰個嘅學問嘅人。咁正因為咁樣嘅關係咧，孔子咧大家都知道曾文禮老子，係咪？孔子都算犀利啊！孔子好細個就已經冇咗爸爸，因為佢爸爸娶佢媽媽嘅時候已經70歲，佢爸爸嘅先祖根本上係商朝嘅貴族，到到後來周嘅時候咧，所謂封建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封建係乜嘢啊？封土建國咯，係咪啊？封土建國咧係封俾邊啲人啊？第一，同姓宗室唔使講啦。第二，異姓功臣，大家都知啦。仲有第三，好多人唔明白嘅。第三係咩？先王之後。為咩叫做先王之後啊？咁樣，咁最直接嘅就係以前嘅皇帝嘅後人咯，係咪啊？咁以前嘅皇帝嘅後人嘅話，咁點樣封啫？封邊個啫？係咪啊？咁有啲就話嗱，好似周之對商就咁樣啦，就話你商嘅朝廷嘅嗰啲承襲者啦，繼續封翻一啲嘅土地俾佢，登細咗好多啦，分封啲土地俾佢，嚟到俾佢管理翻佢自己嘅嗰啲人民。但呢一個嘅話咧，係好現成嘅，真正王朝嘅係俾翻佢一個權責，讓佢睇翻住自己嘅子民，唔好作反，要乖乖地。但除咗呢樣之外喎，其實仲有啊。因為喺大地上面係有好多嘅民族或者種族，實際上咧就話喺眾多嘅民族同種族當中，大家都喺度生存。某一個時代 A 呢個部族最惡最得到威信，於是乎人人都服佢或者被逼服佢。咁於是乎咧，就由呢個嘅民族嘅頭嚟到去做共主。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呢個領域嘅地區
就叫做乜乜國。以前就咁樣嘅。好啦，喺大地上邊係一個種族管治咗眾多嘅種族，然後喺某一個時期，另外一個種族由嗰個最強大或者最得到眾望，於是乎佢代之而起，咁呢個地區咧嗰個時候咧就叫做乜乜國，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啊，我剛才所講封建封土建國，封同姓宗室呢個好易理解，封異姓功臣亦好易理解，因為你唔封佢嘅話咧，佢不滿嘅話，分分鐘作反嘛。仲有先王之後，其實嗰所謂先王就喺大地上邊。曾經某個時期，佢嗰個族人係做過阿哥嘅，到隔咗幾十年或者300-200年之後，又由另外一個種族嚟到做老大嘅時候咧，咁佢亦做過一個時期。咁其實大地上咧，每有眾多嘅部族，每一個部族咧都有過佢嘅係威水史嘅。咁呢啲佢為咗安撫佢，所以就一個一個咧，即係俾頂帽俾佢笠住佢。咁呢個就叫做封先王之後啊！好多讀書咧就會讀蓮口王咁封先王之後，咁但係點解咧？係不求甚解嘅。嗱，老子成為一個好有學問嘅人。孔子咧嘅家世咧就同老子啱相反啦。孔子咧嘅先祖係商朝嘅後人，所以到周代嘅時候咧，商嘅嗰啲嘅皇族嘅後人咧，亦都受到周公所封，封為咩嘢？宋國。宋國咧就係商朝嘅後人，有翻個地方，有翻個地盤仔。好啦，咁啊到宋國嘅時候咧，亦都即係孔子嘅先祖啊，亦都繼續響宋國做貴族。但係到後來咧，又因為佢響宋朝裏邊咧，就宮廷上面又有糾紛，咁於是乎咧就血流而被逼走咗去魯國。咁去到魯國嘅時候咧，去到魯國亦都受魯國所封。當然即係只係俾個名俾個官職俾佢，但係唔算做有啲咩強而大嘅實力。咁所以咧，孔子嘅父親就一路咧都係做緊魯國嘅一個地方上面嘅一個武官，正確講法就武官仔啊。咁啊，亦都曾經咧對魯國有個唔太大嘅軍功。好啦，咁啊到佢70歲嘅時候咧，佢娶咗孔子嘅親生嘅媽媽。但係娶咗孔子親生媽媽之後咧，冇幾耐，咁孔子就出世啦。但出世冇幾耐，咁佢爸爸咧就過身啦。72-73歲，因為孔子咧係出世之後咧係3歲左右咧，爸爸就去世。咁因為爸爸去世嘅話咧，咁佢媽媽咧就咬牙切齒一定要將個仔嚟到帶大佢、養大佢，而且成為一個有用嘅人。咁所以佢雖然間冇嗰個嘅孟子嘅所謂3000呢一類咁嘅故事啊，但係嘅話咧，佢嘅爸爸咧亦都好難得啊！
咁孔子咧亦都自細咧就好品性好呢個係善良，咁而且係一路都係用心嘅嚟到學習各樣嘅嘢。咁不過因為家庭到底都係貧困，咁所以佢就自細咧係響嗰啲嘅由細個以至到係年青嘅時候咧，都係響嗰啲嘅比較富有嘅人家嗰處咧嚟到去做一啲嘅文書啊，或者呢個係睇住嗰啲農莊啊嗰類嘅工作啊。咁到17歲嘅時候咧，佢媽媽亦都去世媽媽亦都去世。咁然後咧一路到20歲咧就結婚，20歲結婚。咁跟住嘅話咧，就佢開始諗自己嘅前途應該係點樣，於是乎佢就好勤奮地向各方面嘅，只要佢認為咧係值得去求教佢都會去求教。咁所以咧就產生咗各位所知道嘅孔子問禮於老子。嗱，其實孔子同老子嘅交往，自從第一次之後，係經常咧係繼續嘅，唔係一次，唔係一朝了嘅。佢第一次見老子嘅時候係老子去到魯國嘅時候，響魯國嗰時咧係幫一啲佢認識嘅人咧嚟到處理一啲嘅殯葬嘅一啲嘅事宜嘅。咁呢個時候咧係孔子第一次見到老子，當時孔子係17歲。咁另外嘅話咧，第二次比較重要啲，其實佢哋係往來比較多嘅。第二次咧就當孔子30幾歲嘅時候，30幾歲嘅時候，咁佢係親自離開魯國，就去咗嗰個嘅洛陽州嗰度。咁洛陽呢個孔子咧，老子咧就係好用心嘅嚟到去到洛陽，咁即係差唔多係比較第一次見咧10年之後啦。咁老子咧係當時佢係一個都算做大官而且係咁知名嘅學者。咁但係佢見到孔子咧係好歡喜，咁佢咧就盡心嚟到教佢。咁佢特別提點係咩嘢咧？就特別提點咧，佢一定要好似水一樣佢就同孔子講，佢話良鼓呢個架咧，開做個架又開做個鼓深藏若虛。佢好有料都好啦，富有也好，或者好有學識都好，將佢嘢深藏，唔隨便係演嘢出嚟，或者係了不起咁樣，若虛好似咧係心中或者並無啲乜嘢學問或者財富咁樣。一個君子佢係充滿好精湛嘅受人敬重嘅德性德行，但好似係好蠢蠢地咁樣嗱，我話俾你聽，你要去除你嘅嗰個了不起嘅態勢，同埋咧呢樣又想得到，嗰樣又想得到嘅嗰種諸多慾望，同埋咧嗰種嘅係好色或者係歡喜各類嘅美豔嘅事物。因為呢啲咧都對你嘅嗰個身心咧係冇乜益嘅。
嗱，我能夠話俾你聽咧，就係呢啲。即係總言之咧，一句就話你要收斂你嘅嗰個態勢，唔好話呢樣又叻，嗰樣又叻，你又想要，嗰樣又想要，就千祈唔好咁樣啊！咁同埋嘅話咧，望住嗰個河水啊，就話你要學習嗰水，要有謙下之德，要有係利萬物之德，同埋要有柔弱之德。即係總言之咧，你做人也好，處世也好，進得修業也好，你唔好話硬邦邦，而好強硬嘅嚟到應對一切。同埋咧，就千祈唔好咧係好懶叻咁樣嚟到去係面對其他人，引起人哋嘅不滿。咁佢跟住翻到去咧，就同啲學生同埋其他人講：我今日見到老子，佢嘅情況真係好似一條龍咁，係咁精靈，同埋咁偉大，同埋咁識見。嗱，好啦，咁我就話老子係一個嘅係思想家啊。咁事實上嚟到講話咧，孔子同老子咧係可以講係各有千秋。孔子係比較着重於政治啊、人倫啊、社會啊，同埋做人之道啊咁樣。但係老子咧就比較偏重於整個宇宙人生同埋嗰種事理嘅推演。嗱，我哋睇我哋嘅所謂學問同埋表現咧，我哋大概係分為三類。一類咧就係講各類嘅藝術，譬如話表演藝術啦，同埋嗰種嘅呢個視覺藝術啦，畫畫啊、雕塑啊等等啦，呢啲係藝術方面，即係我哋人生嘅文明方面。咁另外一樣咧，就指有關於各種嘅知識方面科學方面。咁呢知識方面嚟到講嘅話咧，就有所謂嗰種社會科學同埋自然科學啊。咁呢啲我都唔使詳細唔使講啦，因為大家都知啦。好啦，咁另外嘅話咧，我哋所講嘅一切嘅科學之母或者一切知識之母嘅呢個所謂哲學。嗱，哲學嚟到講話咧，就有如果我哋讀大學嘅時候咧，讀相關嘅或者社會性嘅或者思想性嘅科目嘅話咧，我哋都知道哲學咧就分為係一般嘅哲學同埋呢個特殊嘅哲學。所謂一般嘅哲學咧，又分開咧係三個方面。一個方面咧就屬於係嗰種嘅形上學。所謂形上學即係形而上之學啊。咁我哋即係話係討論一切嘅事物嘅背後嘅種種情況。咁呢個背後嘅事物咧，就討論個宇宙或者人生社會嘅一樣，就係個本體。個本體到底係點樣？另外嘅話咧，就宇宙論。宇宙論就係一切嘅自然界嘅種種物質，以及社會上面各種嘅元素嘅運行嘅規律。咁呢個我哋叫做宇宙論。咁另外咧就一個咧就叫做係認識論究竟我哋有冇可能認識到宇宙嘅真如？即係話其實我哋係唔可能認識到宇宙真如嘅，即係一種嘅表面上面嘅啫。咁所以咧呢個即係話認識嘅可能性，同埋乜嘢叫做知識？呢個係哲學上面一般哲學上面所討論嘅。咁再另外咧就話人生到底是如何的咁所謂人生咧就有所謂人生係屬於快樂嘅，有啲就話人生咧係痛苦嘅但有啲咧就話人生冇所謂快樂痛苦，問題就係你嘅際遇同埋你點樣去處理。咁呢啲咧就係屬於係一般嘅哲學。至於特殊哲學咧，就即係對於社會上面嘅各種嘅現象同埋知識，我哋係點樣去研究？
咁呢個咧，譬如話政治學就係屬於社會科，但政治哲學咧就即係你嘅主張係點樣啊？咁啊，經濟哲學啊，以至到係宗教都有所謂宗教哲學。咁呢個咧就係有關於嗰個嘅呢個哲學嘅問題。好啦，咁啊西方嘅嗰個哲學，即係話以我呢個圖咧嚟到作為一個介紹嘅話咧。咁其實嘅話咧，嗰個哲學家嘅思想，我哋可以舉出，當然有好多嘅唔同嘅思想啦。但我哋可以舉出咧，就話影響近代嘅咧，都相當緊要嘅咧，就係一個叫做黑格爾。黑格爾啊，咁啊黑格爾咧，黑格爾咧係西方嘅歐洲嘅一個非常之有名、影響非常之深遠嘅一個哲學家。咁佢嘅思想，佢主要係提出咩咧？就提出一個叫做係唯心論嘅辯證法。辯證法，所以辯證法意思咧，就即係話咧，係嗰個宇宙同埋事物嘅係以邊一種嘅形式同原則嚟到作為演變嘅必然嘅途徑嘅，呢個叫做辯證法。咁啊，呢個辯證法咧就係黑格爾提出嘅。咁佢提出係點樣咧？佢話萬事萬物嘅存在嘅時候咧，就必然間產生一個與佢相反嘅事物或者概念。即係話一個正，譬如我或者一個事物係稱為正，咁然後嘅話咧，就我嘅存在話就必然咧有非我嘅存在，我之外就叫做非我，但我同個非我係不停嘅係互相係影響交融，以至到係又抗衡又交融。於是乎就產生咗一個新生嘅事物，所以就叫做正反合。或者如果以自己自我唯一一個嘅身份嘅話，就係我非我，以及係走出一條新嘅路嚟到去互相嘅影響，於是乎就產生咗新嘅路向。咁呢個咧就係辯證法。咁呢個辯證法咧對西方影響好大。特別係響近呢100多年來嘅嗰個政治同社會嘅思想同埋發展，點解咧？因為黑格爾嘅辯證法咧，就俾咗另外一思想家留咗嚟到用，嚟到作為佢嘅主張嘅一個論據。咁呢一個係咩嘢咧？呢一個就係馬克思，唔係馬斯克啊！哇，馬斯克真係犀利啊！講起馬斯克咧，有一位被稱為哨牙仔嘅，即係走寶啊！騰訊曾經係8毫幾子，當時咧哨牙仔咧係騰訊嘅最大股東。結果賺咗千零萬，最大股東喎，成2、3成喎，賺咗千零萬，哇！鬼迷咁歡喜，結果賣咗俾南非嘅主權基金。而家騰訊點樣計啊？幾萬億啊！以萬億計，幾萬億人民幣。咁跟住第二單咧。係借國家錢，因為國家覺得電信係好，事關安全嘛，所以梗係支持佢啦。呢大東定報告話要賣電話啦，咁於是咧就利用橫手，所謂橫手即係中國銀行啦，咁咧就一錢俾佢嚟到去收購電話。咁結果話咧，佢當時有女嘅。
一收購咗之後都仲有錢嘅。咁啊，收購 Tesla 嘅股權，結果又賺咗好少，咁又走啦。哇！你點睇到呢個馬斯克？哇！犀利得咁緊要，係首個私人嘅企業進行太空探索活動嘅，係咪？嗱，咁啊跟住嘅話咧，馬克思就攞咗黑格爾嘅辯證法，就然後咧就將嗰個嘅另外一個思想家嘅唯物論，費爾巴哈嘅唯物論就套咗落去，變成唯物辯證法。咁唯物辯證法就建立起佢嘅思想體系。佢嘅思想體系係點樣咧？佢就認為咧，人類嘅發展就一路都係階級鬥爭，因為人類本來咧就自古以來就有唔同嘅階級。咁唔同嘅階級嘅話咧，就有最初咧就有奴隸同奴隸主，奴隸同奴隸主咧就鬥親王，咁啊結果掃低個奴隸主，咁然後後來就到產生咗資本家同工人，唔係呢個係呢個農奴同嗰啲嘅呢個土地嘅嗰啲嘅大地主，咁然後咧就嗰啲嘅農奴咧，大家合作起上嚟，團結上就要打倒呢個大地主。咁到後來又產生咗好多嘅資本家開工廠啊，開銀行，開呢樣開嗰樣咁樣。咁嗰啲普通嘅勞動階級咧，就要聯合嘅商力嚟到砌低佢。所以咧，我哋一定咧就有無產階級專政。咁呢個思想嘅話咧，就由1917年。響俄羅斯即係帝俄嘅時代，係取得成功之後嘅話咧，就產生咗一個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咩叫做蘇維埃啊？蘇維埃就工農聯盟咁解，由工農聯盟所建立起上嚟嘅國會，就叫做蘇維埃。採取蘇維埃式嘅社會主義嘅共和國，帝俄跟住嘅話咧，就響1917年就由社會社會民主黨就同嗰個嘅係無產階級專政嘅嗰個主張嘅黨合埋，就砌低咗帝俄。咁但係咧嗰個社會民主黨執政咗係幾個月之後咧，又再俾呢個係布爾什維克，即係無產階級主要無產階級專政嘅黨，又掃低咗佢。從此咧，蘇聯咧就唔能夠再被推翻啦，就一定咧就由呢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嘅布爾什維克黨嚟到去專政。然後一路到幾時啊？1992年，係咪啊？1992年嘅時候咧，先至咧係被逼咧係結束。咁呢一個所謂辯證法又好，唯物辯證法又好，唯心辯證法又好，其實呢個就同我哋嘅老子響呢個早咗2000幾年，係嘛？佢就已經提出乜嘢咧？提出類似於辯證法嘅。佢嘅辯證法係乜嘢？係道生一，整個宇宙既又係嗰個本體，又係一切嘅嗰個運行嘅原則，一個道生一，即係話係產生一個一，呢個一咧係叫做有，即係由無
而達到有，或者由無形混沌而達到明顯嘅情況。然後咧一再分為二，嗱一分二嘅呢個情況就即係等於咧由我產生嘅非我嚟到去互相係影響啊。今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即係等於係啊，跟住咧就三生萬物。咁呢一個話係比較歐洲嘅嗰啲思想家係早咗啦，係2000多年。咁呢個老子咧最大嘅呢個係貢獻係咩嘢咧？佢係為我哋人類，為我哋嘅係喺社會上面生活有各種嘅繁雜嘅關係，同埋呢個工作環境嘅，係提出一個宇宙嘅概念係點樣？我哋應該點樣面對整個宇宙、整個社會，同埋了解到事物嘅演變，不必好強求啊！因為實際上咧有好多提出嘅好多主張，其實嚟到講啊係不必要嘅啊！因為咧我哋提出呢樣嗰樣嘅話咧，反而咧就框框條條太多。咁呢個咧係可以講係老子對人類社會嘅一個影響。咁或者時間咧，我哋暫時咧都差唔多，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有一個又係框框條條，一到時間你一定要交重啊！冇得講啊，冇得講。冇得講。咁不過咧就其實到最後咧，老子咧究竟係點樣走頭嘅話都唔知嘅。因為咧老子嘅話咧，佢到最後嘅話咧，佢係第一佢感覺得周啦一路衰弱。另外嘅話，佢亦都犯咗一啲朝廷咧係要炒佢魷魚嘅，係點解咧？因為有啲楚國嘅強橫嘅人啊，就走去佢所負責管理嘅嗰個中央圖書館、中央資料室嗰時，就搬咗好多去楚國。咁於是嗰啲朝廷咧就責怪佢，話佢失職。咁佢因此嘅話，其實佢到最後都被逼離開。咁但有一説咧，就話佢翻去故鄉嗰時，廣陵山嗰時咧嚟到去歸隱。咁但另外有啲咧，佢就話佢係一個騎住隻青牛就出函谷關啊。咁然後咧就亦都有一個講法，就話去出函谷關時候嗰個關令啊，就叫做允起。咁佢咧佢就